大家好，做咗少少啊，因為上星期唔順利，今日特登早少少，我睇下如果再唔順利，都有啲時間可以挽救。我見到 Johnny 聽到係咪啊 ？Jackie、Johnny、Jackie、Jason、David、黃紅正常啊，黃紅話正常 ，YouTube 正常 ，Thank you 黃紅。梁偉文你好 ，Gavin 喺度啦係嘛？聽到同埋畫面都 OK 係咪啊 ？Gavin，very happy 係咪啊？係啊 ，very happy guys， 今日順利，多謝 Johnny 睇到啦 ，thank you Johnny。Jackie 心一切順利，暫時咁保險啊 Jackie。黃紅你好 ，OK 啦，謝德明 Gavin 正常 OK， 咁 very good。Very good。呢邊係方國元同埋李錦儀，林錦儀，對唔住，林錦儀係唔好意思，成日見到你㗎啦，都會讀錯名，所以人點會唔錯咧？OK， 今日順利啦，因為上星期可能 Google 佢啱啱喺我哋做節目嗰個時間 upgrade 咗好多，佢自己改咗一啲佢自己嘅 security 嘅變動，咁所以。我估計係咁就下，不以我僅有嘅或者唔算有嘅網上知識，所以就造成咗好多我哋呢啲咁樣嘅器材可能夠啦，我得一個人啦，知識又唔夠啦，咁所以變咗造成上期嘅混亂。咁希望今次一切正常就好啦。好多謝多謝各位。撇媽見到撇媽啦，港大位校長啱啱宣布約滿後就唔會爭取連任，將會離開香港。咁香港大學就有一個校長空缺。嗱，根據呢屆政府嘅過往做法，咁應該係咪想揾位退休警司啊？嚟出任呢位港大嘅校長主持大局呢？其實唔止呢個位嘅，仲有嘅西九嗰邊嗰座故宮博物館呢個館長合約亦到期啦，要換人㗎啦，佢要離開㗎啦。咁呢個亦都可能係退休警司啊適合嘅位置。其實港共政府最憂心嘅始終都係文化，港大校長啊，係咪啊？故宮博物館館長啊，呢啲始終呢啲都要有經驗嘅警務人員把關啊，因為喺佢哋嘅理解，文化就係黑暴嘅溫床。警隊啱啱先喺中央圖書館舉行咗反恐演習。模擬恐怖分子闖入中央圖書館，哇！警方戰術介入，喺佢哋心目中，恐怖分子唔會出現喺中環，唔會喺銀行，唔會喺商場，最大可能就喺圖書館。所以佢哋殲滅咗嗰啲樓上嘅獨立書店。呢啲書店竟然從台灣入貨訂購《黎智英傳》啊、為紅花綻放啊呢啲禁書，呢啲禁書未出事前，你又唔知佢係禁書啦。但係鄧炳強話：你睇個內容你就明白，呢啲的確係禁書，妨礙國家安全。佢就係咁講啦。咁仲有咩書嘅內容都觸犯國安、危及國家安全嘅呢？孟子7篇嘅內容其實 O 唔 OK 㗎？希望佢哋唔好真係認真讀過啦。我就木咗一樣啊，我一邊讀一邊就覺得憂心忡忡。佢哋恐懼嘅始終係文化。所以你問你喺時代有咩角色可以做？點做好你自己？
打好中華文化嘅基礎，佢哋就寢食難安。你好，楊帆，Bonjour， 吳偉斌 ，Bluesman， 早晨。熊本地震係我睇到新聞啦，7.1級啊，都好多人去㗎，係咪㗎？香港都好熱門嘅旅遊點。Daniel Lee， 祝你永遠都順利，多謝你。呢邊蘇浩然喺度啦。請問你個人嘅 Facebook 是否取消了？我冇取消過 Facebook 喎，雖然我都唔係好 active，但我冇取消啊。如果 block 咗，只係 block 咗。我冇 block 啊，我本人啊，應該仲 function 緊嘅。我見到我今朝仲 share 今日節目編稿喺度嘅。Gordon Lau、Mike Lee、Williams、Tina、Jackie Shield、林偉煥。大家好，葵涌小勝，草莽小勝。香港人好相信法律，傳統上咁講啦，好相信法庭啊，仿如宗教式嘅絕對信任。咁呢個有歷史背景嘅。150年嘅殖民地經驗，香港沿用英國嘅普通法，建立法制，有獨立可信嘅法庭，制度上係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嘅制度。我做咗記者幾十年，當年碰到啲台灣嘅同業，傾偈傾到法庭，佢哋好嗤之以鼻。佢話法庭都係佢哋蔣家開嘅，當時仲係威權時代。後來我見證過美麗島軍法審訊，知道佢哋嘅悲憤。儒家學說對法治有佢嘅態度，佢哋認為法治係需要同當時嘅社會實際情況配合起嚟使用嘅，執法者應該有嘅態度就係法治同社會當時嘅情況要配合，無論辦案定判案都要了解當時嘅社會背景、時代嘅意識，是否當時社會嘅狀況促使到有民眾犯罪呢？喺一個敗壞嘅時代，對觸犯法律嘅民眾，執法者、判案者要有一種憐憫嘅悲痛。首先，你應該問一個基本問題：佢哋點解要犯罪呢？呢個係政府嘅責任，所以執法者只有悲痛憐憫，冇咩功績可喜，更加唔可以以為破咗大案就沾沾自喜，因為社會風氣壞咗，其實人人都有責任。呢個標準記錄喺《論語·子張篇》第19章。孟氏使楊夫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孟家揾曾參嘅學生楊夫嚟做士師。咩叫士師呢？即係當時掌管法律同訴訟嘅官員，類似香港嘅律政司司長啦。楊夫上任前就向老師請教錦囊，曾參就對佢講：當政府居上位嘅人
失其道。失其道，簡單地理解就係冇做好佢嘅工作啦。社會民心散亂，失去咗共同嘅核心價值，社會風氣敗壞咗。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你明白晒成個背景嘅來龍去脈，你應有嘅態度就係哀矜憐憫，勿喜唔係自鳴得意。呢個就係《論語》第19篇第19章，曾參對佢嘅學生楊夫出發做士師前嘅勸告。Francis 你好，吉祥 EMYL 你好，Jackie 叫大家俾 like， 其實俾唔俾有咩關係嘅？我唔識嘅，我成日見到好多幫我嘅人咧喺度幫緊我，但係佢幫緊我係邊方面，其實我唔係好知嘅。Jackie 係想大家俾 like。Jeffrey Gabriel 英國嘅第4波熱浪又嚟啦。Man U 你好，咁快又一個禮拜啦嚇。From London Jeffrey Gabriel Jackie Chan from 上海，今日可以睇 live。Iceman Tam 各位同學好。Appearance 張多倫多嘅，好少冇見咗一段時間喎，呢位朋友。多謝 ENYL0909 嘅 sponsor。福伯你好 ，Linda 你好 ，Princess 好 ，Jackson Yim 好，陳強 ，Simon Kong， 半個大陸都浸喺水裏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但係見唔到任何團體嘅賑災募捐嘅，包括香港嘅工聯會咧、民建聯咧，嗰啲愛國團體去晒邊啊？啲藍絲組織咧，啲警察協會咧，點解唔見晒？原左級嗰班咧，點解冇人賑災？哇！當年1989年仲記唔記得啊？岑建勳、徐克佢哋喺馬會搞個民主歌聲獻中華，你見到鄧麗君幾真？係嘛？你見到梅艷芳仲有支持學生嘅鄺美雲咧，係嘛？依家冇晒呢啲嘅，點解？當年嘅籌款民主歌聲獻中華，大家仲記唔記到啊？當時我喺編輯部，啱有同事上咗北京採訪中。見唔到團體嘅賑災募捐，見唔到領導到災區前線，亦見唔到解放軍出鏡扶老攜幼嘅畫面。總之，今年嘅災情都係怪怪地嘅。大陸房地產泡沫爆破，地方政府點石成金嘅土地再唔值錢，上繳中央嘅匯款籌措不已。呢一個洪水雨災就可以稱之為及時雨啦。請求中央撥款賑災就是少，冇辦法達成地方繳稅嘅任務就是大。但係遇到百年一遇嘅雨災，咁責任喺天就唔喺我度啊，即係唔喺班官僚度啊，係咪啊？先保住官沙，保住個職位先。至於地方水淹、山泥傾瀉意義就重於泰山啦。天災嚴重，死傷輕微，就係今次我睇新聞嘅感覺。咁即係救咗地方嘅財困，救咗佢哋徵稅嘅艱難，咁即係人人都得益啦。咁人人都得益，即係冇官需要問責啦，係咪啊？為香港大埔宏福苑家破人亡嘅火災死168人，都冇官員需要問責。依家個天落雨，你唔會要求中國大陸啲幹部要問責喎。所以呢一場叫做
及時雨。喺易經裏邊，個雨字同個血字分別係象徵戰爭同和平。遇雨，我哋喺啲爻辭成日見到呢個字，遇雨咁象徵問題就解決啦。因為中國古代最緊要就係落雨，因為農業社會一落雨，咁啊萬物生長啊。咁見血又點解啊？見血即係情況慘烈。坤卦最後一支爻上六，贏都識噶啦，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啊，即係激烈咁解，慘烈啊！所以大家唔使對今年嘅豪雨成災為大陸憂心，全國地方官僚都需要一場千年一遇嘅大雨。易經嘅基本八卦裏邊，坎為水，卦義就係險，因為河水為資源所在，咪即係兇險所在咯。當兩個坎卦重疊，上邊係坎，下邊係坎，坎為險，即係上邊係險，下邊係險。呢個卦排喺易經64卦裏邊排在29，稱為習坎卦。習近平嘅習，好多人唔識聽呢個卦，唔知點解，成日話澤坎卦，澤佢唔係叫澤坎，如果澤嘅話係澤水，澤水就係困啦，點會係啊？習坎咧，習近平嘅習坎，即係兩個都坎。習坎卦係易經著名嘅4大難卦之一，主嘅係福無從至，禍不單行，一個係禍，兩個係禍，看得見係禍，看不見係禍，外邊係禍，裏邊仲禍。上卦係坎，下卦係坎，外卦係坎，內卦係坎，即係睇得到係險，睇唔到都係險。說文解字對個坎字土字邊做個欠，所以佢話坎。陷也，缺陷嘅陷啊，字形係土字邊，再寫個欠字，咁兩個加埋即係欠土，土字邊一個欠，咪即係欠土咯。凡坎坷不平，坎坷呢個坎，河川水深，山崩地裂，太空嗰個黑洞都叫做坎嘅象。喺森林裏邊，動物跌咗入個陷阱度喎，呢個係獵人佈落嚟嘅陷阱。陷阱叫得陷阱，往往就係表面上面睇唔出嚟，就叫做陷阱。呢啲咪叫坎咯，坎卦。人生充滿咗陷象，人情都係，意思係外表睇嚟冇問題，一切都係如常咁運作啫，但係往往原來係一個無底嘅陷。一個陷洞，一個窿嚟嘅。至於習坎卦個習近平嘅習啊，即係練習個習，即係學習個習。個習上面個羽字咧，即係小鳥學飛拍緊兩隻翼。下邊個日字咧，即係每日咁拍，不停咁拍。呢個就係《論語》嘅第一句：學而時習之嘅習。學問係行科，知識係在於個習字，每日生活裏邊你重複使用、重複修正，有時係過咗左邊，有時係過咗右邊，翻轉頭去翻左邊，又過多咗左邊，再後翻過嚟去右邊，又過咗右邊，左右右左左右右之間中間畫條線，嗰條叫直線啦。讀過基本物理學你都知我講乜噶啦，我哋揸個車都明噶啦，其實係嘛？我哋叫做之字行車啊！教車師傅話：你偏咗我左呢邊啊，去翻右啲，又太過右邊啦，去翻我呢邊，偏咗左，洗翻右，洗翻右之後再洗翻左，洗翻左洗翻右，又洗翻左，洗翻右，你隻眼望遠啲，望遠啲先揸到直線嘅，係咪咁啊？咁我哋嘅人生咪就係咁咯，就係咁向前行噶啦。呢個象係小鳥學飛嘅象。喺易經最後就見到小過卦，係咪啊？即係實踐咁解。
因為經過小過卦之後，就最後兩個卦啦，一個係既濟過咗河啦，跟住咧未濟，仲有啲嘢未過到河噶。你經過咗小過，小過卦前係乜嘢啊？中孚，其實就係《金剛經》最後幾句。中孚卦即係信受，你信呢套道理，你信咁要實行噶，所以要奉行，信受奉行，係嘛？佛經佛祖講法，講完皆大歡喜。咁你信唔信？信你咪要執行咯，唔係信咗算數喎。我信，我梗係信啦。咁翹埋手坐喺度，喂，嗰個唔係佛法喎，佛法係行科嚟嘅喎。信受奉行，當你皆大歡喜之後，下一句就係信受奉行。信受奉行之後，62卦就係小過奉行咗啦，咁點啊？咁作為比分啊，你嘅人生嘅總結，有啲嘢既濟，有啲嘢未濟，有啲嘢搞掂，有啲嘢未搞掂。搞掂咗帶嚟咗好多未搞掂，未搞掂裏邊係基於有啲嘢搞掂啊嘛，係咪啊？咁既濟未濟就係一個總評分，一個64卦最後你人生嘅總評分咁解。小鳥學飛嘅過程，屢仆屢起，係咪啊？象徵人生在世必遇險難，我哋必須喺險難之中學習奮鬥生存，呢個就係人生嘅必修科。Jackie 解釋俾我聽，多啲 like 就係因為根據網上嘅演算法，多啲 like 就會引到多啲人睇啦，係咪啊？吸引到多啲人睇到，多謝你。阿 N 喺度，你好 ，One Man Info 大家安好，李月婷你好 ，Samson Kong，Elizabeth 各位網友午安，節目多啲人睇，明白，多謝 Jackie， 邵錦培呢邊出現啦 ，Lena 你好。黃少堅，多謝你嘅 sponsor。陳大富有啲擔心係嘛？見翻冇問題，我 all right。Andy Young 你好，廖天怡你好，多謝 Iceman Time 嘅 sponsor， 多謝黃少堅嘅 sponsor。周易第55卦係風卦，雷火就係風，上卦雷，下邊係火，風豐盛嘅風，擰轉佢就係火山旅，作客嘅旅，豐功偉業嘅背後就係作客天涯，兩卦相綜，互為一體，即係話一件東西嘅兩面。如果呢個叫做日出，呢個就叫做日落啦。咁日出日落係一個自然規律。你話黑板啱仲寫住《易經》係轉，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命生焉。呢個就係孔子對大自然規律嘅閱讀。所以佢唔明世人做乜咁多憂心忡忡咧，係咪啊？天下何思何慮咧？佢問一個問題先，係咪啊？因為佢要就住咸卦嘅第四爻，同同往來，朋從而思，人人都心事多羅羅嘅。咁啊，孔子就唔明啦。佢話天下何思何慮？點解天下人都憂心忡忡呢？每件事都好必然嘅噃，好似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兩個日月輪班噶嘛，相推。我推你落去，我當班，到佢當班就拱翻我落去，而命生焉。
我哋人間嘅光亮咪咁嚟咯。太陽喺上邊咪日出咯，月亮走上嚟當班嘅時候推走個太陽，咁咪日落月亮上咯。到日出嘅時候，日往則月來啦，月往咁咪日來咯，咁又出現啦太陽，咁月亮咪又走，咁咪日出咯。咁日出日落冇所謂輸贏，冇所謂勝敗。日出唔係日贏咗，月亮輸咗。咁月出咧又唔係日輸咗，唔係月亮贏，冇所謂輸贏。大家輪住，呢個係規律嚟啫嘛，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係啦，一件嘢有兩面，我哋咁睇係豐盛嘅豐，豐功偉績嘅豐，另轉睇原來係作客天涯嘅客，係嘛？雷火風，上卦震為雷，象徵行動；下卦離為火，象徵光明。外動內明，行動基於清楚明白嘅基礎上面，咁你咪豐咯，你嘅收穫一定豐盛噶。到咗豐盛呢一刻，你就要開始要處盛思危啦。按照易經嘅陰陽規律，陰盡就會陽生，陽盡就會陰生，係嘛？我哋每日經歷嘅就係日中側側，12點 noon time 就最日中，跟住咧1點，咦開始側側地，月缺月盈嘅則缺，15係月盈，跟住16咧開始缺少少，17咧缺多啲，18再缺多啲，就係咁。豐盛嘅時候，衰落就已經暗中到來。所以豐卦唔係教你點達到豐盛，豐卦係解釋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點能夠持盈保泰，點樣應付昏暗來臨嘅局面呢？豐卦特徵就係老子所講嘅多藏必厚亡，收藏越多，失去就自然越多。所以上古嘅智慧認為豐唔一定係好事，豐係會引起妒忌，天地人鬼神都會妒忌你。人性嘅惡劣就係在於憎人富貴厭人貧，呢個現象喺人與人之間，喺國與國之間，公司同公司之間都一樣。滿招損咪即係豐卦咯。當你豐嘅時候，個個都希望睇你衰，因為人哋睇你好就唔順眼噶啦。所以最好係謙受益。易經崇尚嘅月基望，點解唔係月亮去望咪15咯？唔係基望，幾乎去到15，未去到15。望係15，月亮最圓嘅時候，但去到15，即係跟住就由圓啊轉缺噶咯噃，一步一步咁缺，再缺到初一，叫做朔，望同朔。初一係月亮最少嘅時候，15係月亮最圓嘅時候，所以易經追求嘅叫月基望，月亮幾乎到15咁圓啦，但係未到，仲有進步空間。所以古人就講滿招損，豐卦講嘅就係滿招損，隨之而嚟嘅就係作客天涯嘅履卦。雷火風，你另轉一個角度睇，就叫做火山雷，作客天涯，舉目無親，係嘛？所以月基望就係咁嘅意思，唔好追求圓滿，15圓滿之後，跟住就開始月缺噶啦。所以月基望係12、13、14，月亮一步一步咁好上去，因為仲有得上升。去到15咧，咁啊16下跌咯，16、17、18、19，一直跌到落初一。盡量低調謙遜，唔好將自己嘅力量用盡表現。豐卦講嘅多藏必厚亡，係一個示警，因為人嘅貪婪永無止盡，
永遠都想攞多啲，係嘛？已經好多㗎咯，仲可以多啲。你睇下李嘉誠嘅家族，你睇下李兆基嘅家族，你睇下郭德勝嘅家族，多極都想多一啲。喺追求豐盛嘅過程裏邊，一旦結構失去平衡，咪變成28卦嘅澤風大過咧？咩大過啊？顛也顛倒咗啦！偏偏風卦包含嘅就係大過卦，嗱，包含即係互卦，2、3、4、3、4、5，2、3、4、3、4、5組成嘅，偏偏就係澤風大過。豐盛嘅卦裏邊入邊包含澤風大過，因為易經嘅閱讀係豐盛藏住嘅，咪就係大過咯 ，overload 啦。擁有太多嘅時候，你可能一夜之間由資產就變為負債，或者贏咗資產，另外輸咗另一啲啊，或者你去問下英軍啊、羅老太啊，你有機會問下新地啊、郭老太啊、郭鄺少卿係郭鄺少卿女士啊，或者問下容記啊、金老太，呢啲都100歲咁上下嘅長命女士，係嘛？健康長壽，夫妻恩愛，身家豐厚，子孫滿堂，哇！人間要嘅嘢佢哋齊晒，咦？咁好定唔好咧？好唔好佢本人決定，咁你有機會咪請教下佢哋咯。所以喺易經嘅角度，資產即係負債，先人拼命累積資產，最後咪變為壓垮子孫嘅負債，即係大過卦，澤風大過啦。人好神秘嘅，中國人尤其是不斷累積資產，就成為禍害子孫嘅原因根本。佢哋基於愛而累積資產，令到佢嘅子子孫孫世世代代都冇衣食之憂，但嗰個豐厚嘅資產就令到子孫一生只有一個目標，就同最親嘅人打官司爭身家。點解歷史上面國運有興衰？點解我哋見到嘅富不過3代啊？呢啲都係由風轉累嘅經驗法則。序卦傳係咁講，即係易經嘅卦序。佢話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累。累而無所用，故受之以損。得其所歸者必大，豐卦中藏住嘅係大，大過卦嘅大，大大地過咗啦。澤風大過，澤滅目，即係話你賴以生存嘅嘢，一旦太過咗，就係奪你性命嘅原因。你睇下香港嘅法治，150年嚟係賴住法庭司法獨立、三權分立嚟造成呢個東方之珠，係嘛？一個奇蹟啊！但係賴以生存嘅法治，今日就係奪你性命嘅原因。從人嘅身體嚟講，利係指心火，離卦嗰點火，個心嗰點火就係離卦。但係我話唔係喎，講心跳喎，心跳即係震卦。先天八卦之中，離係東方；後天八卦之中，震係東方。先天係體，後天係用。東方就係先後天八卦嘅同位，體用合一。明唔明啊？先天八卦東方係離卦，後天八卦震卦東方係震卦，即係話先後天加埋呢個都係東方同位。大宇宙係東方，小宇宙講嘅係我哋嘅身體心臟，心臟就係咁噶啦。嗰點火係離，卜卜卜卜卜喺度跳，嗰點跳就係震。
雷火風卦內卦係離火，外卦係震雷。心火嘅離卦在內，血氣流動，心跳嘅震卦在外，體在內，用在外。心臟能唔能夠跳落去啊？或者話一個政權能唔能夠繼續維持落去呢？就係睇下內外呢個離同震嘅配合啦。離卦喺裏邊，光明喺裏邊，文明喺裏邊，震震為雷，一雷天下響喺外邊。離卦係火，代表嘅係光明智慧，我哋一般人講嘅軟實力啊，即係個國家嘅文化底蘊啊，人民嘅質素。震為雷，代表動威武啊，在外即係我哋講嘅富國強兵硬條件啊，軍事能力、科技能力，係咪啊？一個國家嘅硬實力就叫做震，軟實力就叫做離，兩者必須均衡，呢個國家先能夠豐盛。人民嘅質素配合你國勢嘅強弱，咁你咪配合到你個呢個政權係咪能夠豐盛咯？否則內部一定出問題，唔使外敵攻擊㗎。呢個就叫成語遇難而亡啊！點解遇難而亡啊？春秋寫呢個國家遇難而亡，係咪？點解啊？因為佢自己亡，冇外敵點解會亡呢？係咪啊？公羊傳幫你引申啊，孔子冇引申，孔子只係送粒兩粒字嘅啫。點解啊？呢個國家點會亡啊？遇難而亡也，佢自己爛咗啦。無論個人或者一個政權，要必須內係明離卦，外係動震卦。外卦外面嘅行動要靠裏邊嘅智慧做指導，要維持均衡。兩個卦內卦外卦要均衡，所以序卦傳話得其所歸者必大，得其所歸百川匯海，唔同嘅人才走嚟，唔同嘅河流都走嚟，最後係咪啊？一定係流入大海嘅，所有河流都。大海嘅位置最低，但係河流只會流向佢，能夠成其大。風卦呢組卦係乜嘢啊？風卦呢組卦之前咪就係佔卦同歸妹卦咯。佔循序漸進，歸妹率性而為。人嘅兩種唔同行事方式，都係追求終生奮鬥嘅歸宿。如果能夠得其所歸，當然大啦。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咁大咗之後又點維持啊？窮大者必失其居。咩叫窮？窮即係用盡，窮一生嘅精力研究《論語》、研究《易經》，咁邊咪窮咯？窮即係用盡，用盡你所擁有的東西。所以我有個成語叫窮奢極侈，意思係得勢不饒人咯。人一豐盛就會有風使盡你，窮其大。你睇下大陸班暴發戶一朝富貴，你睇下大明星窮其大趙薇買紅酒唔係買一支，買個酒莊呢啲真係犀利，誇耀消耗或者不斷地追求更大。易經話窮其大者必失其居。失其居，居即係立足地，必然冇咗個立足地，咁即係一敗塗地咯。連立足地都冇啦，仲講咩金錢權力啊？所以大之後要適可而止。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鋁；鋁而無所用，故受之以舜。人在旅途，冇咗自己嘅立足地，只能夠處處漂泊，作客他鄉，受人排擠，故受之以舜。舜為風為入，低調而深入。好多中國人學地生根，移民咗去外地，係咪啊？異鄉作故鄉，呢個就係融入他鄉，進行本土化，紮根奮鬥咯。
你睇下以前49年之後嚟香港嗰班，表面上佢哋係大陸嚟嘅，實際佢哋係香港人。查良鏞啊、倪匡啊、李嘉誠、李兆基啊、鄭裕彤啊、郭德勝啊，係嘛？你識嗰班，你再講落去啊，盧海鵬啦，係嘛？個個都係，佢哋係一個香港人，好努力做香港人。但係你睇依家新嗰班，你唔會認為孟晚舟係香港人係嘛？但係法律上你係唔可以話佢唔係喎，佢有7本香港護照，仲唔係香港人？你唔會覺得馬雲、馬化騰係香港人係嘛？仲有一班大陸明星喺香港，一班大陸貪官污吏嘅子孫喺香港，佢哋唔係香港人，因為佢冇落地生根。冇將香港作為佢哋嘅生活場地，佢只係借呢個位擺放金錢、買資產，將資產外移轉過去外國，其實就係咁。但係你唔覺得唐英年嘅爸爸唐長千係咁喎？佢係好香港人，係人都知佢哋上海嚟嘅。田少嘅爸爸田元浩做行政立法兩會議員，佢喺上海嚟，但好明顯就係一個香港人，所以好多人成日拗咩叫香港人，全部啲人都係大陸嚟嘅啫嘛。其實點解要拗呢啲咁無聊嘅説話呢？你唔會懷疑李嘉誠唔係香港人，呢個本身就係一個香港人。你話唔係，佢13歲先嚟香港嘅啫嘛，佢係潮州人。唔係，李嘉誠係香港人。但係榮之健嚟咗幾耐，佢都係大陸人。搞清楚呢個分別先。你話唔係喎，榮家大少係嘛？又養馬又馬會董事 Stewart， 喂，點會係唔係香港人？你話咧？你問翻佢本人，心底話佢都可能覺得點會係香港人？係嘛？香港只係一個佢哋點講咧？搭腳利用嘅地方嗱，分別就喺度，分別就係咁。信貴要低調，要融入異鄉，唔可以高調同當地風俗衝突嘅。你睇下嚟到呢班新嚟呢班人，連廣東話佢都唔接受，亦唔嘗試學。查良鏞廣東話講得好唔好唔重要，但係佢一直好努力。係嘛？唔係咁噶，唔係咁噶啊！每年我哋收到港大同中大嗰啲畢業生嚟上黎明報做記者都更大動噶，我哋唔使調整薪金噶嘛。黎明報做記者係光榮嚟噶嘛，唔係為錢噶嘛。佢好努力咁解釋佢嘅政策，係咪？幾多人黎明報為咗跟從呢個查良鏞啊，金融呢種一代才子一代天驕學習，人咩工啫？咩 starting point 幾多錢啫？講埋啲咁嘅嘢，佢哋唔係為錢噶嘛，為光榮噶嘛。黎明報就係光榮嘛，係咪啊？佢咁講嘢，但係佢係好努力。佢另一位拍檔沈寶生先生是完全唔知佢噏乜嘅。但係佢講緊廣東話㗎，你唔知佢咁係你嘅事啦。佢係好努力講緊廣東話，我講英文夠冇外國人識聽得明啦。咁起碼我努力啊，大佬，即係咁解啊。所以信為入，低調而深入，落地生根。你喺倪匡講廣東話，你聽得明咩？我同倪匡食咁多次飯，其實大部分我聽3成到，你唔知佢噏乜嘅。佢又講得快又猛喎，佢又急喎。皺住個眉頭，唉，唔知講乜。但係你唔好嚟，佢好努力做一個香港人，佢 proud of 香港人，對香港嘅所有嘢佢都好有興趣。倪太係香港人，倪太煲廣東湯，佢對廣東湯五體投地啊，係咪啊？不過佢唔明你哋廣東用字，
倪匡同我講，其實個甜字你哋點用？點解你話飲湯係甜？明明係鹹嘅湯。青紅蘿蔔煲豬踭點解係？哇！碗湯真係好甜，咁佢真係好甜喎。但係個甜明明唔係甜，跟住食紅豆沙又話甜，咁青紅蘿蔔煲豬踭又係甜，紅豆沙又係甜，咁你紅豆沙嘅甜同青紅蘿蔔煲豬踭嘅甜，究竟個甜係講緊乜嘢㗎？呢啲廣東人講甜係點樣㗎？其實係啊，佢問過我呢個問題。我哋喺北苑食飯嗰陣時，成日喺北苑好中意銅鑼灣嗰頭喎。佢喺嗰陣時百德新街附近好似有間北苑食海鮮嘅，佢好中意食魚嘅蒸魚。佢唔提我又諗唔起，係喎，話好甜嘅意思咧，我喂真係好甜喎，好甜啊，係嘛？買啲石餸翻嚟煎咗佢，再加啲咩嘢豬骨啊定咩嘢，係咪啊？熬個湯，哇！真係好甜啊，鹹㗎噃，點解你話甜咧？廣東人唔問呢個問題嘅，你一講呢個甜嘅意思就係飲嗰啖鹹湯，但係佢好鮮味、好甜咁解。你講番薯糖水、紅豆沙嗰啲甜就係另外甜嗰度啲真係甜味嗰個甜嚇。你睇下佢哋一直好努力咁做香港人，查良鏞、倪匡係嘛？你睇下嗰啲田家、唐家，你睇下啲教授，佢都講緊嘢。錢穆教授講無錫，話你識聽咩？一粒字你都聽唔到啊！但係佢都好努力，努力做一個香港嘅為往聖繼絕學，做佢嘅時代工作你識聽牟宗三教授講嘢咩？你知佢講乜咩？有幾個入室弟子圍住佢就知，其實外地嗰啲你要黏我外人點會知？所以點解要封之後就要變女，女之後就要變信，信你要入咗佢，你要融入故鄉今日我哋見到個大陸人點解同香港人格格不入？佢冇興趣融入呢個社會，冇興趣去追求你哋嘅制度，一味以佢自己做中心。你唔識聽就問，你是中國人嗎？佢一到佢自己吃虧嘅時候，佢就講呢句㗎啦。佢意思即係佢都錯，但係你係中國人，你有咩資格嘲笑我啊？我哋俾鬼佬睇唔起，天公地道啦。但係你作為黃皮膚，你都笑我哋，我係唔排隊啦，我係踎喺度。喂，你是中國人嗎？對，係咪啊？呢啲佢哋護身符嚟㗎啦，即係話大家都係咁撲街㗎啦。咁你想點啊？係嘛？習卦傳話：風多故也，親寡累也。乜嘢係故啊？風多故也，親寡就係累也。累卦就親寡啦。點解啊？作客天涯，仲邊有親人啊？冇人熟噶。你作客啊嘛，你講緊，所以親寡也。風係多故，乜嘢係故啊？過去已經成為事實嘅啲東西咪故咯，好似資產啦、感情啦、負債都係故，多故也。易經有著名嘅三故，三個卦都係講個故字嘅。隨卦無故也，隨時移動，每一剎那都係新嘅，拎低就放得下，唔會背負任何舊時代嘅包袱，所以無故也，冇包袱嘅。因為我隨住嘅 timing 而調節我嘅行止，我嘅價值係嘛？咁呢個就無故也，即係我冇包袱嘅。呢個故係包袱咁解。革卦係點啊？革命啊嘛。去故也，去故，因為革故鼎新，推翻舊嘅一切，重新建立新嘅遊戲規則，嗰啲叫做革命啊。所以去故也，將舊嘅東西，我唔理佢好定壞，凡親舊嘅我都推冧佢，嗰啲叫革命。豐卦點解啊？豐卦係多故也，擁有太多過去的東西啊，丟掉唔到嘅資產係啦，包袱係啦，感情係啦，故舊係啦，故包含變故、事故，資源太多，製造嘅問題都好自然多。
你喺香港啲有錢人大家族冇一個唔爭產嘅。何東嘅官司到呢家仲打緊，霍英東佢哋嘅官司到呢家仲打緊，邊個大家族冇官司爭產嘅打緊？全部都係上一輩留低嘅，多故也。呢、這個就係周易經最著名嘅三故：除無故、革去故、封多故。多謝係 GNGN 嘅 sponsor， 多謝晒。子女卦漂泊在外，舉目無親，呢種處境令人心生凄涼，就係親寡女也。咩叫親？最親的東西。易經第6個卦叫做訟，我哋啱星期日上晝教完咗。天水訟，爭執。根據習卦傳講，訟不親也。喺爭執嘅時候冇咩親唔親嘅，爭執啊，係嘛？打官司喎，打爭產官司喎，唔親都唔會幫你打啦，所以有咩親情可言啊？不親也。咁第13卦同人卦呢，天火同人，同樣是人，大家都有。同人卦係同人親也。同爭取資源嘅衰卦到訟卦，爭執不親。六親不認到同人，同樣係人，大家都有個政治理想，因為親也。呢、這個就係《禮運大同篇》嘅最高政治理想，因為親也。咁中間要經歷訟卦之後到師卦打仗啊，師到盡頭就要避傾啊，外交啊，傾完要小畜啦，喺夾縫中生存啊，四兩撥千斤，小畜為咗生存啊，跟住。用乜嘢嚟生存啊？點解以少可以喺強鄰之下生存啊？因為你啊嘛有規矩，根據規矩小小心心就得啦。咁都做得到，咁啊泰啦，地天泰啊，國泰民安。但係國泰民安到一陣就會變脾，又失過啦。泰完就失，失完係咪？咁。咪到同人咯，經過一個大嘅起跌，天地逆位之後，你就明白到同樣都係人，大家都有。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哇，好長喎！由個訟卦之後，訟卦到師卦，師卦到秘卦，秘卦到小畜卦，小畜卦到履卦，履卦到泰卦，泰卦到否卦，經歷過天地逆位個太否兩卦，先明白到同樣是人，大家都有。所以大同社會點容易？點會咁容易做得到啊？一定經歷過好多嘅磨考、痛苦先做得到嘅。好，跟住就講孟子嘅部分啦。我睇下呢度先嚇。何文海，午安。Rebecca Low 你好。Amy Ho。EMYL 話往日香港已經不存在。陶小姐，多謝陶小姐個 sponsor。林玉清小姐講得好啊，多謝林玉清。That YouTube 大家好。Jackson Choi， 你喺曼谷一切安好吧 Jackson？ 多謝楊凡嘅 sponsor。李成黃岸然消息冇咗，唔係冇咗佢係都未上庭，且佢明玩佢啫嘛。佢用國安法話佢喺節目裏邊泄露咗國安調查嘅消息，咪就係咁咯。但係佢直情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司法欺凌嚟，欺凌呢個老人家啫嘛嚇。
就係咁解啫。其實係昂伯，不過成日話自己3個法律學位，唉，佢哋特登就戲弄你咯，等你法律學位啦。佢喺度應該冇事㗎，我理解下。阿牛仲有探佢嘅，成日都，亦眼中見到阿牛個報告㗎。未放梗係未放，未上庭放嘅啫。但係佢哋扣留佢㗎嘛。咁呢啲唔係第一次啦，幾多人嘅案扣留咗幾年先上庭，係嘛？好，睇下呢邊，蘇聽喺度 ，Maylie 喺度，啊，呢啲都係老聽眾嚟㗎啦。阿 Miho、魏志峰，呢邊係 Facebook，大家都唔中意用 Facebook 嘅，反而 Facebook 個問題會比較少，但係 Google 嗰邊即係 YouTube 嗰邊好似問題永遠都好似好多咁。但係大家都用 YouTube 啊嘛，係嘛？大家唔中意用 Facebook 㗎係嘛？係咪咁解啊？Gavin 話嗰個信唔過係咪？信唔過。你成日我消息唔多㗎，你留意係阿牛嗰邊，阿牛有定期探佢啊，佢哋係同樣嗰個事件啊，其實為咗宏福苑嘅啫，開個記者招待會，咁原來係政府唔歡迎呢個招待會嘅，咁啊邀請咗佢哋國安處，就係大家傾談過，咁呢件事係作為調查嘅部分。咁阿昂伯就將佢擺咗喺佢自己嘅節目度講咗出嚟，咁呢一國安處就覺得佢暴露咗佢調查嘅呢一個即係呢個行動，所以拘捕佢。咁呢個問題就係未去法庭嘅，過咗堂，但係未正式審訊嘅。我理解啊，希望我係跟得貼，不過我跟唔貼嘅。而家啲新聞我越嚟越唔新聞界㗎啦嚇。Facebook 會俾朋友睇到你在睇什麼片 ，Princess 咁解釋，咁即係話咩啊？即係話你睇緊黃偉文易經講堂，俾朋友知道，咁啊點啊？咁就大條啦，同台灣講係咪啊？咁就大鑊啦，咁解。Facebook 嗰度睇咧就會窒下，所以轉咗嚟呢度 YouTube 睇。林玉清就咁解釋，窒下，我自己呢個邊就冇喎，我而家睇緊㗎 Facebook 同 YouTube， 我有2個 mon 喺度睇緊。不過都唔理咁多啦，大家個生活習慣唔同嚇，大家用自己嘅生活習慣生活啦，都係。依家啲新嗰啲我未必能夠跟得到，因為其實好啦，我哋講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嘅第9章。公孫丑上篇最後一章啦，呢一章係公孫丑章句上，即係上篇啦。章句佢哋叫章句上，即係我哋叫上篇。公孫丑上篇嘅結論，亦係孟子師承孔門學問嘅人生觀同價值觀。個內容係咁嘅，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是，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啊！孟子話：伯夷呢一個好著名嘅聖人，佢寧願當隱士，人品清高。佢因為佢好嚴格選擇老闆唔係個個都幫你打工㗎，連周武王佢睇唔上眼，佢認為唔係理想嘅老闆，我就唔係幫你打工，唔係適當嘅朋友，我就唔會同你做朋友。朝廷裏邊當壞人當政，佢就唔許呢個朝廷。好似佢本身血統上係商朝紂王嘅家族，但係紂王無道暴虐，佢就離開宗室。唔同你班契弟玩，佢唔願意同壞人講嘢。如果要佢企喺壞人當政嘅朝廷上邊，同班阿豬阿狗講嘢，佢感覺到好難受，好似着咗禮服坐喺班爛泥垃圾堆一樣。今日香港嘅立法會咯，但係你做唔做到
百宜呢個標準咯。如果有人揾你做立法會議員，咁你去唔去啊？當民選啦，我哋有票噶啦，係咪啊？我哋有票噶啦。當年東九龍黃國健佢哋工聯會幾多票啊？分俾晒俾謝偉俊，養埋佢一個謝偉俊都完全冇問題噶，係嘛？葉劉幾多票啊？港島區票王嚟嘅，可以幾乎分到足夠票俾史太祖入局啊！就係咁咯。如果有人揾你做立法會，喺今時今日，你會唔會似同呢個百宜一樣，不屑同呢班阿豬阿狗、呢班爛泥垃圾堆埋一齊？因為百宜對是非善惡分得好清楚。咁另一方面，你話佢是非分得好清楚，佢就未免太過憤世嫉俗。孟子話：基於呢種討厭壞人嘅心理發展落去，如果同一個普通人相處，睇見一個人個帽戴得唔夠端正，佢都會唔高興咁走開嘅喎，好似睇一眼打個招呼都整污糟自己一樣。所以一班諸侯雖然寫咗言辭懇切嘅聘書嚟聘請佢，佢唔接受。佢之所以唔接受，係因為佢嘅人生態度不屑去將就別人，咪結果搞到天子不能臣。咩叫天子不能臣啊？皇帝冇辦法請佢嚟做事啊！諸侯不能有，各路諸侯同佢做朋友，嫌你哋唔夠班啊！所以最後咁點啊？最後咪退隱咯，退隱江湖，同阿叔齊兩兄弟避世於首陽山，最後餓死喺嗰度咯。啊，餓死你都唔同諸侯交朋友啊！唔同任何皇帝打工，係最後就係咁。最後佢只能夠做到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有，寧願餓死。百宜清高係清高啦，佢係當時天下嘅問題係你自己好清高，但係站喺儒家個立場、中流砥柱立場，你有時代嘅責任㗎噃。你咁樣走了之，當然可以啦。咁但係問題對天下嘅生民，你有咩貢獻呢？對一個壞時代，你嘅生存、你嘅存在為咗乜嘢呢？你人生呢一轉，你成咩願而來呢？你就係有潔癖，政治潔癖，你寧願餓死都唔打你班契弟工。不過好多香港打工仔都係咁嘅依家，我寧願餓死都唔打你班契弟工。都幾好啊！呢句抄低佢先。百宜係一個極端，孟子再舉出另一個相反、另一個極端嘅人物，叫做柳下惠。孟子咁寫：柳下惠不羞於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言，必以其道，為日而不怨，得窮而不泯啊！故曰：以為以我為我，雖坦剔裸稱於我側，焉能免於我哉？你除晒衫坐喺我隔離我都唔介意嘅喎，我衣冠楚楚，我理得你着咩啫？你就係你，我就係我，係嘛？呢個就係柳下惠。柳下惠唔覺得侍奉壞老細有咩可恥喎？我理得你幾壞啫？我做我自己份內事，我唔會以官小為卑賤。你叫我掃地，我咪掃地咯；你叫我斟茶，咪斟茶咯。我答得應幫你做事，我就盡量發揮我所長。凡有好人才，佢一發現立刻推薦俾你。處處走正道，按照正當途徑去做。呢種人外圓內方，外表圓融，叫佢做乜都得，但係原則揸得緊，揸得穩。俾人炒魷魚，佢唔會怨恨。處窮困之間，佢又唔覺得自己倒霉喎。係咪？我自得其樂咪得咯。
28蚊雙餸飯我食得起，係咪啊？但 Robertson 咧，8又2份1半班拿嗰邊我都好享受噶噃，係咪啊？樓下為對人處處圓融，但係內心有自己一套章法，所以我夠膽同壞朋友相處。我理得你係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員、馬會董事，定係和勝我啲大哥、和合圖啲新咩啊？新型公、新型國啊咩叔唔喺度，好似嗰個係咪啊？我理得你係咩背景啫？我就係我，你就係你，我做翻我自己。話知你係咩大家族啊？我識下邊個邊個？唔係識下邊個邊個？唔知啊，我唔知啲嘢，係咪啊？樓下咪就係咁嘅人，食唔食食？雙餸飯食唔食食？係嘛？米芝蓮3星，你話 M 把不如都可以喎，我唔覺得有局促嘅感覺喎。佢有自己嘅原則章法，所以佢夠膽同壞朋友、低級朋友、基層朋友相處。佢成日話冇關係，你係你，我係我。即使你除晒衫坐喺我身邊都冇關係，反正我衣服整齊，你唔可能整污糟我。所以無論咩人都可以相處，都不失常態。換而止之而止，你要留，你要佢。佢要你留落嚟，總之啊，換而止，知而止。你要佢留低，佢咪留咯。是亦不屑去矣，因為佢反對嗰啲自命清高、唔肯同流同世啊、混同世俗嘅作風。佢覺得嗰啲扮嘢懶清高，係咪啊？我諗乜所謂啫？做茶餐廳咪茶餐廳，做 Gettys 咪 Gettys 都得。反正我揸得好實，我自己嗰套原則行徑。孟子曰：白而翳，窄得滯，狹隘得滯。但係柳下惠又不公喎，佢又太過玩世不恭得滯。翳與不公，君子不由也。嗱，最後孟子對於兩種處世風格嘅極端，得一個結論啫。伯夷咧就太過狹隘啦，太過孤芳自賞，太窄啦，似佛教嘅小乘。柳下惠不公處事又唔夠嚴謹喎，係咪啊？識朋友，佢話齋朋友係朋友，我係我，佢坐我隔離有乜問題咧？唔打下招呼咯，係嘛？你係爵士嚟㗎，係 Sir Donald 啊嘛？呢個咧，呢個係姓摸嘅大哥嚟㗎，係啊，咪叫大哥咯，咪點啊？佢 OK 喎，係嘛？但係孟子覺得太狹隘、太不公，都有失中道喎。所以佢走嘅路係咩路？佢想走孔子嗰條路，大乘道啊，即係中庸之道，亦即係上章講大信之道，與人為善啊。我哋第8章講過啊，大信與人為善。孟子其實係呢張書冇清楚講明咗佢要走邊條路，佢只係講君子不由也。佢自稱君子啦，即係個叻人，我係一個了不起嘅人。我唔行佢兩條路，因為一個係狹隘，一個係不公。狹隘我唔中意，不公我都唔中意，兩個極端佢都唔行，佢揀中間。呢個中，即係我哋廣東話講中啊，點先中？鏈骨點先叫中咧？係咪啊？講嘢點先叫中咧？一語中的講就易啊！我哋靠把口揾食幾十年。我哋人人都覺得我講嘢神憎鬼厭嘅，邊度會一語中的嘅啫？囉囉嗦嗦，唔係 over 就 under， 人生就係唔 over 就 under， 係咪啊？
得中，所以咁重要。易經要講得中，呢支牛得唔得中？江中喎，咁即係95啦，飛龍在天。柔中喎，咁即係62啦，係嘛？唔容易，極之唔容易啊！直方大，不雜無不利，唔容易。我哋做事，我哋煮餸，我哋飲酒，我哋落油落鹽，唔係太鹹，又好似唔係好夠。蒸魚啱啱好，點啱啱好？點啱啱好？6分半鐘焗半分鐘啦！唉，成日都問㗎啦，我哋買魚都問佢蒸幾耐，但係我成日覺得我哋屋廚房個佬又唔同你個佬，你個佬又唔同酒家嘅佬㗎喎，酒家個佬個個又唔同嘅，手勢嘅嘢真係好難，係咪啊？所以得中啊，但係點中啊？孟子冇講，佢只係講君子不柔也，因為百而偽，留下為不公，偽與不公，君子都不柔也。我唔走極端，兩邊極端我都唔走，我走中道。好，呢堂孟子就講完，講一章啫，因為佢係結尾，係呢個公孫丑上篇第9章，即係成個上篇嘅結尾。咁下星期開始我哋講公孫丑嘅下篇，佢哋叫章句下，即係下篇啦。公孫丑嘅下篇就由第1章講起，下星期先講。好多謝各位收聽收睇。唉，換咗個 mon 嘅，我都唔係好識，好大個。YouTube 可即時課金啊？呢啲係我係唔識嘅嘢，即係話 Facebook 係課唔到金嘅。咁所以陶小姐覺得咁喺 YouTube 就可以即時 sponsor 我哋，不過我哋都風雨飄搖㗎啦，啲都差唔多就嚟完㗎啦，都係。經營好困難啊！我哋嘅課讀嘅人又越嚟越少，呢類內容越嚟越僻。講《論語》講《易經》，始終係我哋嘅本位，《易經》講堂嘅本位，但係偏偏呢啲本位係越嚟越唔受世道嘅歡迎。咁政府亦唔鼓勵啊，係咪？我都話文化佢哋始終係大忌嚟嘅。所以佢哋嘅演習反恐演習喺中央圖書館。朱永倫下星期見，係冇錯，下星期見。可以講下其他贊助途徑啊？咦，我真係唔知喎 Gavin 有咩贊助途徑？你都寄支票俾我哋嘅，我哋係啊，呢啲好耐冇講喎，麻煩 Gavin，我都唔記得咗添。我就黏咗喺我個 file 度，但係我一直都冇呼籲。其實我哋有個郵箱係上環郵政信箱33249號，33249號。咁你可以寄支票嚟俾呢個易經講堂有限公司啊，支票抬頭易經講堂有限公司啊。咁另一方面 PayPal 都可以嘅，你就打 EJing。即係個 I 嗰個 E 啊 ，EJing I 跟住 CHING， 咁你見到嘅 consultancy， 你未打到 consultancy， 你見到嘅 EJing consultancy 啊，咁你可以直接地係即係贊助我哋，因為我哋冇嗰個叫咩名 Patreon， 我始終都係唔好意思，我攬唔過呢個門檻，我要收錢嚟。聽我講嘢，我覺得好似有啲面紅，唔係幾好意思。到依家都攬過唔到呢個門檻。我哋冇 Patreon， 冇定期話咩一杯咖啡錢啊，咩5蚊美金嗰啲啊。我唔知，一見到呢啲我會覺得有少少唔好意思。我哋個 WhatsApp 有個 WhatsApp 嘅電話號碼嘅91966675，91966675。如果你哋要支持呢個易經講堂嘅運作，你哋可以就寄支票俾上環郵政信箱33249號，支票抬頭係易經講堂有限公司啊。咁英文就係 EJing Consultancy Limited 嚇，EJing ICHING EJing Consultancy
呢個就 PayPal 嘅 number。咁你撳入 PayPal，一打 Yijing Consultancy 就會出現咗我哋嘅 account 嘅。PayPal 幾難啊？即係咩意思啊？唔係好明呢個 appearance 章。但係你哋喺多倫多，你哋都只能夠 PayPal 我啫。多謝 WK 去。麻煩晒 Gavin 你提我正忘記咗呢兩個 number。我自己都好耐冇去過上環郵箱開信箱啦。33249啊，33249上環郵政信箱33249號。支票抬頭就係易經講堂有限公司，英文係 Yijing Consultancy。PayPal 就係 Yijing Consultancy， 但係我唔知點解佢話咩幾難啊。PayPal 都幾難，我唔知佢講乜啦。有人話咁講。以前好多美國聽眾會寄美國支票嚟，不過好麻煩嘅，唔好寄啊！因為香港銀行搞外國嘅支票係仲要美金係好複雜嘅事嚟嘅，好複雜，仲要收好多佢個手續費嘅，所以唔好試嘅。即係 PayPal 張喺多倫多嘅，咁佢只能夠用 PayPal 嘅啫。如果你嘅加拿大支票就唔好寄嚟啦。好。多謝慈大道 Sally 翻香港日日唔係喎，唔係食嘢喎，你睇完牙醫啊？唔緊要咧，睇翻嗰個 YouTube 錄影啦。大家好 ，OK，thank you，林錦儀，拜拜，好多謝各位，拜拜。